来关心总统赖清德团结国家10讲的第2讲，早暗是伫桃园举办。总统表示，要透过一届搁一届的选举，罢免来过27来守护民主。也毋过，这款讲法，这是引起南北两党的不满，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，人民毋是27。总统赖清德参加桃园市客家青年会论坛活动，也展开团结国家10讲的第2讲，用团结做主题发表演讲。要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选举罢免，一张又一张的选票，像打铁铸剑一般，一锤又一锤，千锤百炼，百炼成钢，打掉杂质，淬炼出捍卫主权、守护民主钢铁般的意志。赖清德强调，要用民主淬炼出国家团结力量，无反共毋是真正中华民国派，无后台毋是真台派。毋过引用蒋渭水意思讲的话的时阵，敢无顶悬时间正确，毋过考误从1927年讲做1972年。1972年，蒋渭水医师喊出“同胞须团结，团结真有力”。国民党批评总统赖清德和蒋渭水正做时空旅人，敢若独裁者会将反对甲批评声音当作杂质，也敢若真正独裁者会将追求纯正当作追求团结。民众党批评总统赖清德正手团结台湾，倒手大罢免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，绝对毋是民进党眼中的杂质。这讲法有失总统应该有的管道。你现在把时间、精神，跟我们的金钱，放在这种大罢免，这是蹉跎的台湾了。没错，蹉跎的台湾，这是一个为政者最大的失职啊。团结国家10讲会针对无同款主题说明国家面临的挑战，也有政府形象政策。目前10讲完成的时间点也无明确时间表，不过是毋是会引起社会共识，依然爱等后续各方的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